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归仁区高铁特区目前正快速发展，吸引许多商家进驻，三井奥莱也在最近开幕。归仁区长魏文贵特别结合沙仑里办公处，在社区内规划大型彩绘区，成为当地的新景点。随着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归仁高铁特区，前阵子因为三井 Outlet 开幕，吸引了各地大量的民众前来朝圣，希望可以借此带动当地的观光。归仁区长魏文贵也带着大家来到沙仑里私房景点，跟着区长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当地的彩绘艺术吧。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背后这个墙面彩绘，可以说是目前全台是最高最大的彩绘哈。那坐落的地点在沙仑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沙仑台铁站，还有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是一个现在正在起飞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区域。那同时呢，我们特别在沙仑里这里呢，它是一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农村哈。那为了营造我们的一个淳朴农村的亮点，能够跟我们绿能科学城来相互辉映所以我们特别在里长用心的一个脑力激荡下，那再经由公所来媒合我们艺术家，也是陈艺术家哈，就是说我们台南的艺术家来进行彩绘了哈。彩绘艺术的地点就在沙仑里内的平安宫旁边。这次的彩绘艺术是透过跟专业的艺术家合作，用短短的时间就彩绘出非常生动活泼的作品。其中可以看到小女孩堆积木，也代表着归仁地区发展的特别意义。垫脚尖最后一个积木完成，象征着我们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一到位。那除了这样以外，左边的小女孩望向我们木棉花哈。咱高铁有黄绿红这个活动啦哈，那特别是红的部分代表木棉花，有一整排将近超过500棵的木棉花，也是高铁一个特色。那从小女孩从低处望向天空，除了木棉花，也有所谓的一个彩虹，象征着我们可以看见台南的未来。最近因为 Outlet 开幕，进一步让当地增加许多人潮前来。在这边透过归仁区长的介绍，如果有来归仁区的民众，也欢迎可以来到彩绘墙前面一起打卡拍照。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高雄市政府今年大力推动食农教育，辅导学校利用农产品，教导学生重视生态与环境，培养永续发展观念。近日也在科工馆举办成果展。走进科工馆，就能看到12所学校纷纷展现过去1年的食农教育成果，以高雄农渔特产设计课程，带领学生从社会、经济等不同角度重视生态、粮食与环境，为新一代学子提供熊盖轻又接地气的农业知识。范围涵盖了我们海边的虱目鱼、我们的美浓的白萝卜，甚至我们大寮的凤梨等等。好，其实整个的食农教育不仅仅它是一个农产物生产的过程，我们希望透过学校老师们跟孩子们的参与，能够从小就扎根，在学校里面自己动手参与农务的体会，然后呢，我们将农业跟生活、跟教育，还有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互相结合。我们现场体验如何摘毛豆、取毛豆，最后我们把这些好吃的毛豆通通带回家。不仅让我们在下一堂课程里面制造了许多好吃的料理，更让我们体会到毛豆的营养价值，吃了更对身体好。看到学生们滔滔不绝地介绍毛豆的食农教育与心得，阳明国小以高雄绿金产业为题，让学生更加认识自己家乡的农业特产。老师还用心地结合高雄特色来编写歌曲，让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更加深刻。高雄上实在，上爱来高雄。在食农知道，我们高雄有哪些食材，我们就是吃在高雄，用在高雄，让
让这个 SDGs 的这个我们的目标的2、12和13呢，人的深植孩子的心理。然后呢，我们从认知之后，然后再去从我们自己自身再去取用、使用这样子。食农教育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教给学生们环境议题与永续发展的观念，不仅让他们更加认识在地农产的美好，也成为高雄农业最强力的支持者。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网络知识发达与生活水平提升，民众对医学美容的需求也逐年增加。卫福部台南医院从去年筹备医学美容中心，历经半年，今年3月正式营运，希望能为民众提供安全、专业的医学美容服务。经过半年的筹备与设置，有100年历史的卫生福利部台南医院日前正式成立医学美容中心，位置就设在门诊2楼的皮肤科旁。虽然占地不大，但拥有专业优质的医疗团队，并采购最新医美雷射器材，同时提供肉毒与玻尿酸类微整形的注射服务。我们的占地目前虽然不大，可是对市面上就是一般提供的医学美容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容护肤的疗程，或者是这个光电雷射的治疗，还有微整类的注射，以及这个术后专业保养品的贩卖，我们都有提供。那我们有个人和私人隐秘的美容床，以及2间这个隐秘的雷射治疗空间，以及个人专属的医师诊疗室以及治疗室，可以来提供我们的微整注射并且我们还有提供来做医学美容的这个客人一个休息的场所以及这个美容师术后卫教咨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呢，我们来做医学美容的顾客一个独立的柜台，可以用来预约以及批价结账，让它与这个传统医学的客人做一个分流，不会就是会有更高的隐秘性和方便性。台南医院院长杨延光表示，该院医美中心经过全院员工的票选，取名城南光彩美学中心。设立之初，并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是整合相关科别，提供伤病患或者需要美容的民众一个全人照顾优质的医疗环境。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一家开了70年的小摊贩，专卖糯米肠与蚵嗲，目前由年轻的第4代接手，希望能延续这份家乡味。我都会买这个蚵嗲啦，还有这个大肠啊。快的让客一个接着一个排队，都是冲着小摊贩的糯米肠以及蚵嗲。别看老板这么的年轻，他可是这一家老字号摊贩的第4代接班人呢。我已经第4代了。我自己觉得就是最主要原因还是要就是回归根本啦，因为毕竟这是家业，就是已经卖了70、80年，就是阿嬷、妈妈他们就这样子努力过来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可能从小在这边帮忙啊，然后客人来久了都会认识，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之后不接的话，那他们还吃得到吗？没有啊，我要买那个大肠。大肠你要不要看一下哪一条？这里的糯米肠选用猪肠子的前、中、后段，所以来这边看到的大小不一，最大的甚至跟手背差不多粗了。我们这边最主要招牌是糯米肠，我们糯米肠是用真的猪肠子去灌的，就是这个猪肠子，而且真的猪肠子外面可能通常只有卖就是一般的部位，但我们是前中后就整条猪的肠子的部位都有卖，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大肠头，它就是前短皮最后的部位，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它就是尾巴的部位，然后因为它皮厚所以比较有嚼劲，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关系，就是让大家也是比较知道，然后。包括我们的米有炒过比较香，里面还有花生，有时候会有少量黄地豆这样子。Hello， 修蛋几嘞哦？还要其他的吗？你要装一起还是分开？对，我是南子那边的高科大的学生，大概1个礼拜会来1次。对，然后最常吃的就是他们的蚵嗲。这个蚵嗲人气真的不输糯米肠。老板说，因为制作的方式不同，所以皮薄又酥脆，是大家喜爱的原因。蚵嗲的话是我们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品相，它就是里面是因为我们的蚵嗲跟外面蚵嗲不太一样，它没有那种因为海边的蚵嗲就是那种炸出来蚵啊，但我们这边不是，然后从阿嬷那时候她用的就是底部是我们自己调的猪肉馅，然后中间是蚵啊，上面是4种菜，然后
包括连我们炸的器具也是阿嬷去定做的，她自己去做，就跟外面的淋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面通常淋蚵嗲它是用就是倒的方式，这样会比较皮会比较厚一点。那我们这也是自己用煨的方式，它就会皮会比较薄，所以客人就有说，我们的蚵嗲吃起来跟外面不太一样，是它皮会比较薄比较酥，然后里面可以同时吃到肉、蚵啊跟菜，就会层次感比较丰富一点。美食在街头处处可见，希望这一摊70年的小吃，老板要继续把这好味道一直传承下去啊！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在安平出生的艺术家丁阿美，为了将家乡的美好介绍给更多人，于是将艺术、咖啡结合创意，在古堡街开了一间工作室，让民众在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拿起画笔作画，享受身心放松的午后时光。走进古堡街64巷，马上就能看到一间民宅改建的咖啡文创工作室。虽然是在小巷弄内，不过庭园里面的装潢却是十分的温馨，而且不时还能看到有人在画图。原来是因为店主丁小姐本身就是艺术家，为了把家乡的美推广给更多人认识，所以特别把自己最爱的2项兴趣结合，在5年前开了这间阿纪咖啡创意工作室。因为安平它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对这块土地也特别的热爱。那所以选在这边开店的话，也就是为了也说希望能够为在地能够再做出一些新文创，然后就是因为结合我的专长，我的画画跟我的咖啡，然后能够做一些结合，然后能够再给安平的一些注入一些新的文创的东西。对，那我希望能够更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安平。自由奔放的艺术家性格，做生意也是很随性。咖啡店的绘画课并不是固定时间开课，而是你有空，我有空，那就约上课吧。我就是比较随性，那我也喜欢说不要太硬性，说像外面这样子。那我大部分接的学生都是社会人士比较多，因为他们的时间上也可以来作画，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在规定一个时间内，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方法比较好，是因为我以前想学，可是我没办法有固定的时间去学，对，对，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只要你有空，你如果事先跟我洽，那我觉得说接洽，那我就觉得说，只要你有空，我有空，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上课的一个。手工炭焙的咖啡豆，艺术的学画体验，展店5年的时间，只靠着客人口耳相传，也让这间阿纪咖啡创意工作室渐渐在安平打响了名号。喜欢喝咖啡又想学画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一般用过就丢的水果网套，还有很多用途。高雄市惠丰社区关怀站就教长辈将网套做成纸杯花盆，长辈们越做越开心，要把这些花盆通通带回家。水果网套很柔软又很鲜艳，老师教长辈先把网套剪成一条条的，对折穿上铁丝之后，再用绿色的纸胶带粘起来，就成了一朵可爱的小花。用铁丝把它对折，然后夹上去，然后用这个胶带把它卷起来。网套收集起来，把它处理干净以后，就把它寄出给各位长辈在那边做。好几朵不同颜色的小花做好之后，把它们插在保丽龙上，再放进用麻绳缠绕纸杯做成的花盆里。几个小花盆摆在桌上或窗台，就很有欧风小镇的风情。这个花瓶，这个都各个的长辈自己做起来的。还有里面的那个花托啊，还有那个绿色的花叶，做的都很漂亮。我们摆在家里呀，摆在那个客厅啊，都非常漂亮。然后里面给它放一些花，放一些花的话，就有感觉上就好像是欧洲国家的那种旁边的像奥地利那种乡村小镇一样，里面有小碎花，然后我把它用垂吊起来。可爱的小花原来是用水果网套做成的，长辈都很惊奇，赶快拿起剪刀剪网套。大家分工合作，虽然眼力不好又会剪歪，但老师还是鼓励长辈继续做，可以延缓老化。他
他们就觉得说手指的灵活度，还有些思考，然后还有大家一起来上课的那种感觉，然后来这边又可以成长，又会快乐。每天都是自己去衡量，然后那个手工的材料都自己去制作，尽量以环保方面的来协助来做啊，又省钱又漂亮。楠梓区惠丰社区关怀站用创意发想和废物再利用，将用完就丢的水果网套变成可爱小物，装点生活环境，也带领长辈自己动手做，带来不少生活乐趣。惠丰里欧风小镇站。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50年前成立于士昆山的提琴工厂，目前由第2代陈明燕接手。除了延续上一代的好手艺外，更以创新的电绘方式替客人定做，坚持手工的专业品质，也让工厂成为昆喜湾文化季的工艺体验景点。为士昆山的传统渔村，竟然有一间提琴工厂。第2代陈明燕传承父亲的好手艺，家业已经超过50年。回想当时最风光的代工，一个月可以做到100把提琴。直到大陆进口的冲击之后，现在大小提琴总共每个月只剩15把。虽然天差地远，不过陈明燕强调，他们有了自有品牌，就是专心做出好品质。代工模式的不同，现在几乎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或第三国家来引进。那主要还是以销售为主。那以一般乐器行他们来讲，就是除了维修跟调整他们比较不懂以外，那当然因为经济模式的改变，我们制作的琴就越来越少。那这个部分虽然收入没那么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完成一把琴。是。所以坚持了品质就对了。对，因为刚才提到的提琴就是一把需要被好好完成的一个乐器。陈明燕坚持选择来自欧洲云杉原木和纯手工制作，所以来自茱莉亚学院的小提琴教授和纽约动画师等专业人员都是他们的客人。加上以电脑绘图来开模定做，也成为业界一大特色。所谓客制化，其实提琴它原本就是一个没有尺寸的一个乐器，然后它原本就是应该从一开始就好好被完成的一种乐器，所以不应该以价钱或者是音色的取舍来决定它是初阶或者是中阶或者是所谓定制琴，那甚至不能以机械琴来称呼一把提琴，因为除了木材裁切以外，它几乎完全都是必须手工完成，其实并没有所谓机械琴这种称呼。用电脑绘图来开模，来绘图，然后修整，然后开模的模具也会更精准，所以这个尺寸跟模具的精准，就对提琴的声音会有一个品质上的差别。为让大小朋友有机会来体验提琴工艺之美和在地文化特色，陈明燕每一年都会配合昆喜湾文化季，用观光工厂的模式来热心导览。昆喜湾活动其实已经有10多年了，是，然后我们配合公所的一个模式，就是让游客能够了解在地的产业跟特别是士昆山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背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是也有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然后从我祖父那时候就是在士昆山社区长大的，所以我们工厂也是设立在社区里面。延续父亲斫琴老手的功夫，陈明燕用心打造每一把提琴的心，要让学生、专业演奏者甚至古琴复刻定做，都能找到他们心目中的最爱。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由中正高工林坤辉教官带领的传统布袋戏社团，同学们分工合作，努力完成每一场表演。让掌中的木偶变化万千，从中体会传统艺术的美好。
校园内一处社团办公室传来阵阵唢呐与鼓声，往内一看，房间中架着传统舞台，而戏友搭配着抑扬顿挫的口白，正演练着精彩的舞戏。这里是中正布袋戏社，过去主要研究大型电视戏偶，但林教官在几年前加入后，观察到学生状况，决定做出重大改变。那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演出的方式跟表演的内容，其实都相对来说相对比较粗糙。那我们在跟学校的老师、校长他们讨论过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比较正统的布袋戏的东西再带回来给孩子。所以我们就把电视的布袋戏改成现在传统的小偶的布袋戏。在这里，社员依照兴趣选择职位，有口白、操偶、后场音乐等等。学校则聘请布袋戏团师傅到校教学。学生除了能学到表演技能，也能体会团队合作。除了让孩子去体会传统布袋戏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他们去学习到怎么样做团队的合作。其实一个演出的成功不会是单纯的只有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整个团队他互相配合，他才能够成功。学生平常社课就是在这不大的房间中反复演练音乐与旁白戏偶的配合，闲暇时则到各地进行表演。社员更分享了表演时发生的意外。在练习武打的时候，就是左手跟右手都不协调，就打不好。然后有趣的地方就是每次表演完，看到台下的人就觉得很开心。他武打还没有打完，然后我以为他已经停下来了，我就把音乐收起来了，然后他就定在那边。那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再开一次那个音乐给他。在这堆满表演杂物的房间中，锣鼓大作，宛如置身庙会。社员们练习时的热情与专业，驱散了冬天的寒流。小小的传统布袋戏偶在学生的手中，散发出了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报道。高雄市楠梓区有一座环保黄金屋，展示里长推行环保的成果，吸引幼儿园带小朋友来参观，看到社区环境变干净的过程，也让小朋友学习到环保的重要性。都还有画画的，都很漂亮的。小朋友来到家昌里的环保黄金屋，看到许多资源回收物。里长说，这些都不是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有些不要的东西可以留给别人用，坏掉的东西经过修理之后也可以再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垃圾。小朋友都有听进去。修理为什么要修理？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再利用，才可以利用，对不对？就不要随便丢掉，对不对？对。另外，里长也会带领里民和志工到社区进行环境打扫。环保黄金屋里也堆放打扫用具，里面也展示许多回收物做的艺术品和阿公阿嬷的美术创作，鼓励小朋友可以跟着大人一起帮忙环境打扫，做一个环保小尖兵，环境才会更好。对，所以我们垃圾要不要乱丢？不要。要不要做分类？要。我们也希望说小朋友回去的话也可以跟阿公阿嬷跟家长讲说，可以社区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接触，可以去了解的。家昌国小幼儿园这学期开设社区走透透课程，老师带领小朋友认识附近的社区。这一次来到家昌里，等于是一趟环保教育之旅，了解里长为社区环境付出的心血。原来这些东西也可以在废物再回收再利用，然后或者是一些环境上的那个自然素材，像种子啊，那阿姨他们也就是透过一些巧思，然后把它设计成很多美丽的作品。那我们小朋友真的很棒从幼稚园做到现在都医学院了所以我觉得说小朋友从小做社区服务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观念的话相信他往后他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棒。环保教育要从小扎根，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从小就能够养成环保的好习惯，不乱丢垃圾，做好资源回收，维护环境整洁。长大之后带领更多人做环保。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